生质是什么？益生质是益生菌需要的养分，就像种花一样，你花要长得好，需要提供它合适的一个养分和环境，让它在土壤里面才能够长出来。而益生质就像是不能被人类消化的成分，但是呢，却是很重要的那些益生菌它的食物来源。一般来说，富含膳食纤维这些的食物都是很好的益生质的来源。比如说你的每天吃的蔬果啦，或者是一些谷物啊，它都能够作为很好的益生菌的食物来源。还有另外一类的益生质呢，是从我们的蔬果里面的多酚类的成分，它可以很有效的去帮助你打造一个合适的一个肠道的花园，让你的肠道环境更适合这些好的益生菌来去做生长。你常常觉得你吃的益生菌没有效吗？可能是里面它没有含有足够的益生质哦。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益生菌更有效，可以选择那些含有益生质复方的产品来试试看。你喜欢像雷文虎克录制这样的知识型的短片吗？欢迎你分享给所有有兴趣的朋友们。我是台大教授徐承志，你的健康常胜军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。